喂，最近網上成日講劉邦項羽嘅故事好火喎，咁我睇翻歷史啊，當時劉邦項羽係一舉聯合滅秦，秦始皇唔係好強大嘅咩？可以統一六國啦，但係都係俾劉邦項羽打敗嘅。當一個人制定標準，如果有千萬人履行呢個標準嘅時候，所有嘅事啊先至有系統有序咁運作噶嘛。人與人之間會因為互相生存而適應規則，而唔敢冒犯上層，因為無數人喺度承上啟下緊。制定標準嘅人係精神支柱嚟噶，自然就變成權威。人普遍唔中意獨立思考，產生咗依賴同埋自我麻醉，咁樣個系統效率先係最高嘅。但係一旦靈魂領袖嗰個時代陷入咗混亂狀態，舊嘅規矩冇咗肯定性嘅支柱，新時代嘅領袖就會出嚟佔山為王，大張旗號咁主張新作風新生活。混亂嘅人民就會因為利益立場嘅考慮進入新時代新規矩嘅。呢個係人與人之間嘅枷鎖同埋牽絆有關，屬於自然現象，係一個生物現象嚟噶。所有嘅生物都有無強嘅意識，重新去揾一個可以依賴而利益上穩定發展嘅新嘅支柱，王就係咁樣誕生噶啦。反過嚟諗，如果想成為王，睇明白時代嘅機遇，就要識得利用呢種生物性啦。